来看回答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讲，要伫台湾起第二座的研发中心会选伫对一个县市咧。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日立法院表示讲，伊嘛唔知，也毋过有可能是伫高雄哦。真侪人拢真烦恼讲未来敢会欠人才，还是讲欠电呢？部长是强调讲，因会伫7月中进前来盘点所有 AI 需要的用电甲能源政策哦，嘛来公开说明。 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这份提出讲，要伫台湾起第二座研发中心，有真侪县市首长拢希望回答会当去伫咧沿遐。最高经济部长郭志辉到立法院质询，立委的重点也是放伫咧回答要设伫咧倒。那如果是在南台湾的高雄的话，您经济部要做什么事？经济部会全力来协助辉达到达他希望去的这个都市，辉达会自己选择，但是以刚才委员您的这个指教，他应该会选择你想要他去的地方。你刚刚是不是有暗示说他可能会落脚高雄？是这样子吗？我是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落脚高雄，但是我。 大概感觉是这个样子。外界预计2025年到2028年，将会是 AI 应用上快速成长。目前会透过公家加私人合作，建构产业 AI 课程，按算到117年会培育出20万位 AI 人才。因若伫咧电力的部分，是以目前经济部加台电伫咧推高，台湾目前的电力有够，但是 AI 用电量抑佫无法度评估，将会真侪稳定供电的变数，抑该重新估算。但是这也引起外界伫咧讨论，核能厂是毋是延役，或者是重新启动？郭志辉讲，若是核电无修法，依法是袂当延役；若是要起电厂，时间上紧也要6年，绝对袂赴。会先调向太阳能光电来增补电力。会不会将核电重新讨论？我们现在要补这个 AI， 如果超过我们预期的，是我会先从光开始做。 经济部长郭志辉讲，会根据用电的需求调整电源的配比，也甲台电责任评估未来台湾 AI 产业的用电量，估计伫咧7月中会对外公布调查的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